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相托马街》，我是刘碧珍。今日现场有请到两位讲的来宾，第一位是吴秀贤，秀贤係老大家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吳秀賢。另外一位來賓呢，名嘅老外先上好，揾到劉慧卿，慧卿老大家問好一下。大家好，我係劉慧卿。今日有請兩位來，我想要談嘅話題一神奇哈，所以談讀書啦，4年嘅關係。我想過去客家人就講，用辦從事教育啊，鼓勵4年讀書啊。問題係到底4年要用辦讀書，我想兩個老4年時嘅環境聽說有關聯。係咪秀先生來講一下你4年時讀書閱讀對你嘅經驗，對你嘅一個意義係乜嘅？我係龍潭北莊來出世嘅人，吼，4年咧，從細都啲種下鄉睇嘅。我記得我特別睇一本書哦，係我啲國小1年生嘅時節，當時嘅馮輝岳老師就帶，馮輝岳老師佢就攏係帶2對面。佢介紹我睇一本讀嘅書，就係佢寫嘅《老厝老戰茶》，就文字冇幾多，但是圖畫真多。對當時開始就知道講，原來看書係一件動奇妙嘅事情。從嗰陣時開始以後，就漸漸起來讀書呢件事情。秀賢，你按我講話說你遺很遠呢？4年時只有發現只挑到一本土台灣作家嘅作品，像我自家嘅讀書經驗台灣就係小木偶啊，白雪公主啊，就睇睇都係做安徒生童話，睇睇都係做西方嘅故事，然後就如果一開頭就幾筆讀到本地嘅作家有寫本地故事嘅，還有嘅讀本，不說你係經驗係一體書嘅。跟慧卿呢，慧卿你4年時嘅閱讀經驗。其實我知道我細細個時這個閱讀經驗還蠻奇妙。慢慢應講。因為其實細細個時這愛講啊，其實受日本教育動侵，所以佢知道愛讀書時係愛讀學校嘅書。學校嘅書，係，所以佢知道課外讀物總得看聽到。係。不過當時時間時，因為我所講係劉心清，係一直畫漫畫，係，所以我講佢是知道，你要看課外讀物做得，可是你要看所講嘅漫畫，其他都做唔得看，係，所以其實細細間時隻書，我看嘅書冇按到。像我時間吼，喺我4年嘅時，我媽媽幾大禮拜我去街坊買菜，我就做一停停。出門，我媽就話幫佢書店地位，等佢買好菜，早上係帶咗我卡。佢就變咗講大禮拜2先歡喜，所以講要在機會看我卡啲都冇嘅書，嘅書啲都嘅世界非常非常大。我想兩個大人都在本4年用辦環境，提供乜嘅資源，正然就對佢嘅讀書有興趣麼？我造成心態嘅影響。我想後尾大家要做聊講一下。秀賢，你4年時你係有接觸嘅書啊，有乜嘅讀物對你來講係印象深深，到你下係你感覺有影響到你嘅，然後讀乜嘅方面嘅東西？我家講講細時節其實看嘅係圖畫嘅東西較多嚇。佢到後來因為我屋下阿公佢阮認為講吼。從這處攏來講，讀書唔是按強唔怕，唔是第一名，第一名就好，會做得。伊講第一名按到你唔強唔爽，嚇。結到後來佢就我參詳來講，唔去圖書館借書轉來，嚇。因為我阿公佢唔學過語講，唔講過語兩件事情，佢動腦。佢因為講客家話，真係我嘅話，係。我從細就因為安尼關係，我客家話就真好。佢後來看到嘅馮老師啊，向我孫按鈕吼，聽佢見講，馮老師喺買看書，係因為佢特別啲嘅書下寫文章寫詩，佢上愛當抄，但係我去講去圖書館借書，我去圖書館借書轉來以後吼，
要酿本鸡汤。酿本阿公汤。系啊，转到用蛤蟆酿本阿公汤。系啊，佢最好谈的就是三桂的故事，然后水浒传吼，渐渐的都后来佢我当上爱谈呀，全世界嘅发明家，啊，可比讲。发明了电灯天火啊，跟当时的本人就差不多按台本，里边有文字，所以按有用按翻做客家话，酿本鸡汤，还有过上出加深到这个特殊出，不但这个特别挺有意思，还有酿本鸡汤。冯老师每次都按轻点轻好。我说首先你给摄影师特殊给人听贴片吼，因为过去台湾讲特殊就。拿点看，如果伊看，我转做合法炒出来做到人家汤，给费钱嘞你嘞？因为应该有嘛个像片片成个透过，洋香当到手工嘅漫画书，应该一直从白老鼠朋友，所以佢发出来嘅漫画，其实我哋部卡都有，但大家台体地界都係。咁乜嘅大神婆，对，阿三哥大神婆，我是应该引从东京嘅设计，还有机器人。机器人也有音效，对吼，有拿变，因为机器人嘅创作，所以该东西应该是去到做得看到书，对我来讲係就是很珍贵的经验，和保向我自家睇以後，成日有成日以後，我唔掉老成日講嘛嘅時間，我是老去強下。看書，和讀書本吉他，真是哦吼。我自家來講吼，我攝影師讀書，我印象非常深嘅有一套係西頓動物故事，就因內咧每一本都會一張動物做主角，而且是擬人化的，狼王主要有個狼、勇。粉條誒等等，因為佢用擬人化嘅方式寫，你聲音主要有一種想象出來底擺，知道聲音是特殊經驗心態嘅正規嘅所在，就係訓練聲音嘅想象的能力、想象嘅能力。那我就講對特殊睇下休閒，你喺個轉發以外變做講故事嘛，係嘛？給當時你有想過自家來寫故事嗎？可拜哦，有好長時間我寫日記，當年嘅事情我記下來吼。我當記咧是喺講，那過時候全部有寫提早日記，還有作業。但是我所有的東西都暑假都嗰陣時還要寫書法啦，音樂呢啲，跟全部都最迷你以前，買個姑姑攏係聽寫。但是寫日記吼，我當年都寫。佢寫到清好，你也習慣到動態以後，冇時間以後，將有啲嘅轉變。我從細我最過分嘅就係寫日記。嗰陣時，咱喺香港人都講，喺為了寫東西，就像也按跟吸收當道嘅東西，就寫到日記地方。我首先講了，你也做輕鬆閱，就講嗰兩時用蠻會啲。其實對聲音來講，閱讀就是不知不覺，好慢慢的就有一些皮囊鬆落嚟哈。跟飛天人看按到人熟講嘛，跟人講書，你嗰邊都還會畫圖哦。其實有誒，有啊。我喺堂宇秀賢老師講叫寫日記，其實我咪當好寫，我咪係從細開始寫，和寫動到最到嘅時間係到我高中嘅時間，因為高中開始離開補卡，所以那時候就好多東西。就一直從腦袋裡面出來，可是寫動和老師頭先講嘅自家畫圖，我真是畫過一本。我真是畫過一本，該用是因為我應該走媽媽咧，開始走哇，好多國外的繪本都好漂亮，可是冇我哋自家嘅，是從頭先秀賢老師佢都做在看到我哋本土嘅作家嘅作品，所以該用應該是自家精心自家畫一本，用色鉛筆啊，慢慢畫20幾頁一本繪本，就一本哦，全世界是該一本，獨一無二的一本。係啊。不過我想了解做講到攝影師讀書嘅經驗，對人嘅影響確實就蠻深遠嘛吼。佢可能會影響你嘅世界觀，你要蠻看世界，還有你嘅頭腦裡都會想象等等。然後就講生下來可能對你睇嚟之後，你自家講你嘅興趣，可能就會有一些嘅影響。像我頭講那個西頓動物故事，一般老一個朋友。
打开古章发现讲，他也是看到一套东西，而且其实以为看了给偷书记，给听偷太好时，他去念了动物系。好啊，像吼，你啊趟有关摄影师偷水经验的身份，像都了解，先看一下等下转到节目嘅现场。欢迎大家转到真相通马街嘅节目现场。台湾讲到了摄影师嘅特殊经验对人嘅影响吼，稍后我想过来老大家讨论一件事情。台湾人讲到各自嘅摄影师嘅阅读经验，吼，我发现讲做此嘅台湾嘅摄影特殊嘅读物，讲实在话，无相了下按多年，是按到嘅无相同嘅形式。了下睇起主要我有嗰種一個概念，馬街書係專門本攝影嚟看嘅，呢啲因為攝影印第世界嘅方式，佢非常需要圖像，不是所謂的繪本、飛本，這邊都輕重要咁樣去。第講休閒實際上也有參與過有啲繪本嘅編寫，你有老太家先分享一下你有啲經驗冇？因為我就像家非常講嘅吼，你從細看我東西其實都睇以後，一定會有影響到。我出社會以後吼，我做嘅就係做印刷廣告嘅東西。印刷。係，跟你用完以做進到我去做嘅幼稚園嘅小朋友，就開始比如講你啊小朋友呢，佢哋會畫圖，畫了以後呢，就同老師合作做繪本。古種幾一本嘅繪本做得出來，係所有嘅小朋友。從他寫出來嘅，加上哪個些年嘅樣子開始呢出世以後記得看最多嘅繪本，就係媽媽編嘅，係以為講，哎呀你愛怎麼愛怎麼來，所以樣嘢簽下來，雖然呢佢點都會好看安尼繪本，然後我某本身也去拍嗰條三字經啊，或者時事新聞，佢做有啲拍到嘅，專門嘅幼稚園。人家冇拍過啊。我雖然係用客話去溝通去講，去看掠到嘅繪本，就像講嘅，唔同有透過嘅安徒生啊。其實我雖然係親手透過埋白雪公主灰姑娘嘅故事哈，錯睇啲就透過嚟會講民間故事本幾條堂，就按呢起源，我也繪本都愛。有生意以後，就是按你相關的地方。跟你今邊現場係咪有帶落啲嘢落大家分享一下？我帶落一本《記蟹》。有啲人可能會想講，買到《記蟹》，其實頭擺我帶龍潭八種來嘅，其實係攞記蟹嘅宣言天吼。幾多篇證嘅呢張分到新記蟹，用老記蟹。嗰種睇啲嘢講記蟹，就係老記蟹很多。老記蟹佢就見流桃園啊，流到嘅太原嘅許厝港就出海。都出兩本係因為我嗰個小氣嗬，從下做沙氣係，將來做兩本。轉到安尼故鄉宣言頭嘅地方嚟做沙氣，多轉嚟就地方咁樣。當我後來做沙氣以後，又覺得要做環境嘅議題，都研究當有名嘅俄羅斯雜交嘅事情，才發現到我從細到大嘅地方係全台灣唔太污染嘅河流之一，就新港都知道東港區做兩本書，做繪本，就大家看一下樣。首先，你今邊講到兩本記蟹都城市的蛻變講實在話，我是有感受，因為我就係新記蟹旁邊嘅新記國小畢業嘅，不過我從細到大我唔知我學過旁順幾條海岸都冇概念。如果我就透過嗰種教育去本地嘅老土地，非常非常的陌生嚟講。台灣休閒高度我所以在經驗對一重要啦，就講變做阿美之後，你會特別從事攝影嘅教育，我想講本攝影要乜嘢歡喜嘅
快乐嘅、印象深嘅阅读经验。好像要部分飞行做澳门都相关工作，你就是讲故事，被你发讲说故事妈妈，对。其实我很好奇。有没有说故事爸爸？为什么讲故事这件事情太关注别人啊？没听听呢？爸爸呀，你赶快和讲故事哈，来会请你分享一下你说故事妈妈的经验嘿。你要不然你用到绘本来加强补充你的讲故事。特别是因为我讲爱特别会做妈妈嘛，你去做妈妈，你要让我成年有办讲哦，所以应该是想讲，应该是来念故事好了，所以应该都怀孕期间应该是读绘本。可是最一开始其实係因為都學教教學，所以而用到。你可以有教書。係，所以我用绘本來做一個引導的工具。我僅是印象比較有很深刻的體驗，其實係都做媽媽厲害，是因為土雙寶應該是用說故事改發，所以其實是用書為故事長大的小孩。係。他应该都记得动手的时间，应该是参与，应该是民国92年推翻一个阅读起步走的计划。哦，该东西92年开始推动零碎阅读。零碎阅读，网是试用版通。是零碎阅读是和 baby 的时间。可是当因是我是都该系冇可能嘅，因为佢马改都唔低嘛，讲经用低。可是应该是都试试看好了。所以92年开始推动，双宝93年出生。OK， 就廿幾歲嘅雙寶係入邊送生是嗎？係雙寶。哇，按厲害。所以那個東西是係一個禮拜一次，所以雙寶去圖書館，然後該東西印象很深刻，因為很少人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新观念，所以那时候我们是用一个读书会改形式，就讲有其他的家长参加。我现在记得该是除了带领读书会，该叫志工老师，还其他差不多就是3个4个妈妈，然后平均都是1个小孩到2个，所以你看其实冇动你，汉堡后是因为。志工老师佢定爱美为就是说故事这一件事情，所以都该东西应该是开始说故事。给你係用法語講故事，還是用客話講故事？該用只係只是用法語講故事。係，我哋行喺請年進用韓文來講故事，而且剛才有一個讀書會，他專門用漢語來講故事。哇！也叫真係喺落漢語落實到成敗地度，落實到對生嘅教育地位。不過我話題岔開一下哈，他飛行講到呢個講故事呢件事情吼，我記得4年嘅時間，我哋兩位就講貴校有嗰種講故事嘅課。你都有說話課，對，說話課你都有經歷過有嗎？有啊，有說話課。對，我印象非常深，喺頭個2位我都叫他研討，就講唔係得幾年副卡都有課外書，然後也線上會到管理，我覺得是管理哈，管理方面佢都會以外，大概就幾個學會講話嘅學生啊，講故事本，其他嘅係阿堂，結果比如講。單項訓練到授書給你，會是你的經驗，你要把你的鼓勵，所以你的也去搞了，對我睇。從雙寶是係零碎閱讀開始所以其實跳下堂來講，一直都有應該我自己很驚訝，因為有一段時間流行嘅有聲書，不用帶一本給你睇，所以那是先講該個故事，講本給他，然後和其實剛是為小朋友有一段時間他就喜歡一直聽重複的東西，對，我自己去表來談，很表來談哇，有一天我就突然發現，他講的已經完全就是那個繪本第1讀改內容，其實全部都記起了，係，所以該東西差不多2歲啦。哇！他的那個詞語言詞彙一直跑出來的時候，應該是土地記鄉下講故事。土地記鄉下講故事，意思講本其他聲音嚟談嗎？係，那意思開始到圖書館，比如講，
我今明我讲2本，就是为双宝一起，然后那是会讲，我们今天要说什么故事啊？还记得是会讲杰西城市的对白，是用爱音改缝隙，然后其他小朋友连接。所以爱用它有一个结论，如果声音的吸收力是很强的，学习力也非常强。不过也是因为它的吸收力咯，学习力非常强。比如讲，太年市场嘛该。写嘛该东西本去谈本去偷，就变到越重要的事情嘞吼。我说我想等下下面我来谈一下偷嘛该什么生意嘞？偷一件事情我想就变到越重要的啦吼。我先讲一下我自家就讲因为我生意是我无卡度无按到一开头个是你个阅读的兴趣嘛有培养出来个时间，可能太营养无少个，而去贴片买嘛个书本去。看，比如讲，我几时的图书馆有非常多嘿，我爸爸给我嘛个书，我就嫌嘛个书来看，所以我小时候看了很多那个文心系列，CC 部那个，还有那个读者文摘，对，这个跟当然就老我爸爸的兴趣有关嘿。不过给老师他会是一开始你些诗模多嘛，比如讲给非常多意思就会唔系一道题的，也冇了解。一直都爱从小学开始学我蛮个人都查字典，之后张语发出拼音的，给一扎的符号，都带系蛮个意思啊，样子。我想过去吼有许多家长几只焦虑，还是讲几种求好，其我希望讲，生意实施越多越好。对啊，毕竟你的讲故事妈妈，你们的那个角度对两件事情认识多寡，两件事情你都有非常充实吗？我都不好啊，其实我是都读书两件事情，唔系爱识几多词，还是讲要学多优美的句子。对，不好，我自家老双宝嘅体会是，我其实是都读书两件事情，其实系一个享受啊。欢喜嘅事情，佢係可能根本應該你心情冇好嘅時節啦，你咪會傾書啊來看，就等於療癒自己啊。和閱讀其實咪變做自家生活裡面的一部分。我知道家長係佢閱讀本身有的一個好的一個作用，所以保向愛麗絲係用愛用嘅方式。就講讀書冇本意思，我講係安泰嘅負擔，我做得隨着我嘅心情，我攞佢當做係我嘅盤，我歡喜嘅事，係你我冇歡喜嘅事，我做得去選擇嘛個書來讀。還有一個是係從愛老雙寶啊，其實頭先秀賢老師有講到是係因老土地連接嘅關係。其實愛老雙寶有一段時間咪係非常，就是你有一段非常重要嘅經驗，我想聊段經驗好，也可以下對下完整來看。欢迎大家轉到真相兔媽嘅節目。台灣首先吼，老太講嘅一隻繪本係講那個虎爸老一個土地嘅關係。啊，飛起那篇也有特殊嘅經驗，我老太家分享，因為老太講一下，然後你生意嚟可以做嚟嘛該。所以特別雙寶細細個時間，然後佢都講下就是務農啊、種菜啊，人家的事情。所以土地對佢哋來講是很自然嘅事情。和有一回是係從一個暑假吧，那你本上都習慣會去種田的那一塊地啊，其實很快的時間它就長房子啦。哦，就過嚟嘅皮樹都起伏嘅。對，起伏咧。我們看到就覺得很惋惜啊，因為那一塊田離我們很近。我都唔見睇咧。係唔見睇咧。和有一回是係我哋。談到一個社會新聞，係中科搶水嘅事件，和雙寶看到嘅事件，其實就講，媽媽很近誒，在彰化誒。哦。和其實該東西其實我會看一些文章的時候，其實我會了解該內容嘛。其實講，其實他就大概知道兩件事情。他幾多時幾多歲？差不多幾多歲？要升小2的暑假。哇！所以讀書其實他自己就可以試。和保後其實第一件事情，他其實台題嘅內容嘅第一是因為
可能农田要灌溉的用水啊，就要挪去别的地方用啊，他就觉得按用走的，因为去种狗田嘛，去地呀。他保后其实讲，刚刚你走在走嘛，该事情，为到这个中科抢水这一个事件，他开始想讲，那妈妈去了解看看。祝你说谁去了解嘞？他开始去台提第一两件事情该缘由，他保后开始讲。我们开始问双胞啦，他讲，可是我们可以帮上什么忙？做得中吗？对，还记得用沙子东升自己讲，我们会唱歌啊，他讲我们也会说故事啊。他开始想讲，唱歌说故事，但是要怎么执行啊？是，他就是讲，因为基地该的农民就是为了要挡那个水不要被抢走嘛，所以基都是会挡一起该太准顺太基本是该进做抗议，他历史地动辛苦嘛，意思讲，那我们去唱歌说故事给他们听。我做了这经验非常好诶，因为过去他讲伊讲，鼓励生意读书，读书迄味道成绩好，成绩好迄味道考好嘅好教。可能将来呢，就做的有好嘅条路，穿台前，过去图书馆也是为了个人的晋升，他冇去过去教育，他冇鼓励讲，加有图书聊天申请管法沙费，甚至过场中能以皮用你嘅公共意识，唔过来看会是讲双宝的亲子之间，所以说一直皮用做这个深夜期去搞我去求知，然后给予在教册嘅判断，然后有一个理念，然后最面呢还为到一个理念，给我去想讲，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实践什么。我还刚刚了解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不是读史书哎呀，是因为读书，所以我都走在又动到。你可能一开始读书的时候，就是你不会设想到的一些事情，可能你透了书以后，是不慢慢一直呈现。给他你讲双宝讲，记得做的讲故事，所以你的后来去讲的放开故事，去讲故事。我们讲的非常多，就是神奇的故事。因为我想讲记得动辛苦，可是因为两件事情以后，我是读两本书。两本书，大家看一下。两本书都挖土机年年坐下，乡村变了。从他有比乖树来咧，当年都来做变态咧。要数一睇有几个剃须到那边要老大家介绍一下。其实係大家作者啊，佢其實發20年嘅事件，發圖發強炸回收，強炸回收，20年嘅時間了，第6季。20年，20年每3年就去畫一次空用嘅回收，看佢兩個回收嘅變化，要買嘅冇空用，看佢兩種是係到1953年5月6號星期3開始。如果佢係對2年開始吧，2年，2年最早嘅時間兩個土地上到岸呢，看到有非常多嘅凍漿嘅樹啊、木啊，向山、條啊，有冇？還有壁通啊，做種啊，後期經過20年，然後講20年嘛，3年提起種咧。1972年10月3號星期2，經過20年空用嘅回收，後期呢邊來用，係啊，所以雙寶嘅東西可能係一本完全冇本事嘅書，可是佢每個3年佢是重新記錄一擺空用嘅回收，所以那個變化其實是就是一點一滴在改變，所以我呢部後是因為中科搶水改件事情，我再個頭2本書嘅時間，唔是對雙寶講太多誒，佢都其實是就有很深刻的感受。是。聽我飛行講到兩個我想本來一個想法啦，嗬，過去有在做阿爸嘅嗬，都話哎呀，一本書按破，記嘢未記。用把按貴，唔過幾邊頭飛去講，我知道講，
你个规个有几个土里，看你生演一张作品，贴片几个设计嘅一张图题嘅肌肉编发，也底都有岁月在里面，吼，你个实在无简单。台湾像休闲影团介绍几本记海，所以说我硕士几只出版社，我也看伊都记得嘅出版品，伊都有非常多嘅老讨厌猜题有关系嘅，甚至呢，佢会一只故事佢留意佢也有做有声嘛。就有中文、英文、客家话、河洛话。大家想想啊，一本按用细本嘅书，佢要经过按多嘅工厂、按多嘅专业议论，确实发嘅实力，还有佢传达嘅嗰种观念，所以讲也唔系金钱可以衡量了哈。故说我想了嘅就係读书呢件事情重要是要把伊分量佢嘅加出来呢。我非常感谢佢俾帶來2本按精彩嘅那個繪本哈，我想。加油！非听他讲到两个，有讲到谁也去参与那个，等于没有一种嘅社会运动啊，环境运动。两个呢可能有啲家长想法跟我相同哦，想两个等下来谈，要把你读书本身呢，读书的投资起码该能够来谈一下话题，好，也可以哈。分享转到真相图嘛嘅节目，今日现场2位来宾分享非常多有关一个读绘本嘅经验吼。像台湾飞行讲到两个主题一神期哦，所以呢要把伊看一张有关土地正义、有关水资源嘅问题，然后另外甚至话带动几多一个运动嘅现场，也本来想到一张问题啦吼。过去对生意呢嗰种教育嘅观念，都我知道讲。让小孩子认知世界美好的一面，有的嗰種較負面嘅、較不安嘅事情，有的主題可能就唔會就想講生嘢下生唔是本地啲，比方講傳統嘅文化地度死亡這件事情，太叫做避諱唔會講，係你講死要把你屬實自家嘅身體，然後係你講像台灣飛行講到，也實際上是會真實日常生活裡面的政治。比如講，有啲家長會知道講，有條事情冇事有本身嘅啲。不過人家幾隻社會按多年啊，知道嗰種資訊的來源都挺反也挺假，係咪有種特殊嘅標準？係咪應該要有就會改變？好，我想想談兩位嘅想法。首先，你特殊嘅本你嘅4年頭嘅時間，你特嘅標準係樣吧？小孩受敵，你自家曾經很叛逆哦。对，台灣好長時間可能因為有讀到嘅黨外雜誌，都造成後來我去參加社會運動，也環境爭議嘅問題咯。我細年細嘅時間嗬，我家有講過，因為我做青島嘅繪本，然後因為按呢關係，我嘅方式可能。較無咁樣地位嗬，佢比如講我今日係做好一本繪本，或者我哋做繪本嘅時間，我會去加很多繪本做嚟參考。確定應用版做。然後做我雖然我會成很幾讀本嚟談，因為幼稚園時間嘅畫圖較多，字較少，講文聲音本嚟談。雖然都會看到嘅圖都見講到後來嗬，到了雖然咧。cham嘅下睇嘅時間嗬，佢一個邏輯能力，我係強，像我嘅來嘅，佢可能讀書唔係同我融會貫通，但是佢嘅邏輯能力就較強。所以我係好讀文字嘅東西，嗰種佢寫出來嘅東西，上次我看到我都我講係咪小朋友咧？唔小心一下嘅，我都用安尼嘅方式。然後生然後我讀書以後，可能咧交通時間就較少嗬，所以講當然不管寫幾多東西，你就會透過手機，你就會寫到嘅東西，至少攏來講，佢們嘢行長，很有危險。嗰時候你唔會批評禁止佢講，那用數目去讀，唔係，從記得生然咧讀。大班嗰陣時，把差唔多我上小學1年級嗬，嗰陣時係一隻對生意來講係一隻轉變。開始主力上，家非常講嘅頭擺年
唔可以談到性呢件事情。兩個都共用，因為長一些聽，開始你上性教育的問題，啊，都一餐一餐的時間，你上了的東西，然後希望你尋到的資料，本記來看用教的方式，從這個。阿飛奇呢，而家兩個都係雙胞胎同時，然後係啊，偷食嘅信息會冇相同嘛？完全冇共用，完全冇有慢講，因為俺們冇限制佢的看嘛嘅書，係，所以特生老師講嘅啊，性教育啊、死亡啊，那種俺哋很小的時候就都讀過，係，還愛以及佢。有一個兒童文學工作者劉清燕老師，因為本來應該是都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聽到他在教會裡面說故事給小朋友。他唐頭跟因說故事的方式，我自家都動舒服。哦，用辦公。因為記到一般傳統說故事媽媽沒可能，說故事媽媽很精彩，很多道具，哦，還有很多肢體語言，很多肢體語言。可是有些老師麼，他就一個好聽的聲音，然後配上繪本，還有一點點音樂，那自己都哇，那個才是真的回歸到書上，對。所以後來應該是一起關注劉千老師說故事改風氣，他應該是唐都記公開一提問，一直記得，因為佢講把繪本當作是一個預防針，預防針，嘿，哦，用預防嘛，該預防小孩，預防小孩以後會遇到的事情。哦，那這種動就頭力，就是對我本記做一個心理的準備，還有知識的準備，因為可能有部分的家長以為讓繪本那些東西當作是工具，可能以為覺得啊，小孩不排隊啊，找一個繪本來教他排隊啊。哦，道德教訓。但是其實但可能就壞了繪本原來的好意。所以愛到雙寶投訴是，我們先讀，那你先讀，漢寶後記到讀到安用開始情，佢情詞然其實為情書。像特生老師們講雙寶投訴。用他讀嘅書真係冇朋友，因為老二啊，其實比較外向，雖然佢係寫嘛，可是佢當成寫來嘅。我還記得佢小學一年級，剛上小學一年級嘅時候，當日以後佢都遲到。所以當日都慢到啊，因為我 happy 啊，他自己起床，所以佢當日遲到，你就想說我不能再遲到了，怎麼辦？他就找了，其實親動豆繪本，大概遲到大王啦，然後上學不遲到的方法啦，其實全部親按勇敢繪本，其實因為你其實帶動豆本出來，他說你借這麼多這個書要做什麼？我要來研究一下有什麼方法不會遲到。自動升起，要表示要適應嘅基地問題，然後記清答案，記起家己是可能嘅答案，哇，很棒哦！對啊，那是記得哇，那是記得看到佢按勇嘅反應，我就覺得哇，這就好了嘛，這樣就可以啦。對，他老大是係從特生秀賢老師講什麼，佢當好寫東西，他就完全是女生的那個特質。佢咪係前一步，因為我自己寫客家歌，佢前一步佢是自己，他用華語寫啦，他也是寫了一串像詩，像詩一樣嘅東西，其實他講媽媽，你走在讓他泛走行義嘛，他自己頭條咪很感動。非聽講到了解人說一生氣哦，吼，如果偷書了件事情佢做得係細膩的期間來偷，也有可能有的時間係所謂的親子共讀，哈，太你老師你要用嘛去偷書，而限制嘛個方法，強下來偷書，強下來向書，偷書嘅一個樂趣，哈，那就喺邊要做分享一下，你說親子共讀一件事情對你嘅實際嘅這行嘅經驗之外，有冇個印象特別深嘅事情嗎？從我頭先有講，因為我細細個時間冇當到書做得看，其實係做得偷按到繪本，真係因為做了媽媽。嗰種其實係接觸零碎閱讀，我想啲親子共讀一件事情，和當到書啊，佢話從特生老師講嘅，你下台灣當到繪本，佢話寫講。也本麼？佢話寫講幾歲到幾歲的小朋友適合親子共讀，然後幾歲到幾歲是獨立閱讀，如果有那個分離的概念，他開始話係親到，比如講文字比較少，和圖畫
画面比较丰富的，该用是双宝和细细个时间意思，男登机、臭登机脚鼻当法，和意思安因投诉会给他，和可能一个跨页就是不超过30秒的时间，因为该用是专注力，冇按钮，所以你是用比较快一点的速度，你们不是讲太多，是大概30秒就讲一个跨页，开始还亲子共读，该用心开始记得哇，原来绘本世界这么美好，有趣哦，非常有趣啊！可是你还用客家讲故事无声言，他还咧法语讲故事无声言，他特别系用法语，你好，那是只是系用客话，因为双宝宝还有好台的，但是这其实开始接受客语，因为家妈妈系客语嘛，系，其实知道有的法语嘅句子读起来，用搬到客语嘅，意思可能一样哦，可是句子长度怎么不一样了？所以该东西其实是都动生气，汉堡后开始都 Q 千年开始转移走动图书馆走动图书馆，然后也是从特白孔游，就是组一个亲子读书会，剩下都走动嘅那片有咋太年老生也去下嘅读书会，哇，按该咱读书会压力是系专门有行语来讲故事，是系鼓励可能后生嘅爸爸妈妈，系用下来讲故事。哇，一唔单像係一個內容嘅教育，還有一個語言嘅教育哦。首先你要對用客話講故事，你先有經驗，條歌講過老人家聽，講過阿公阿婆聽，跟住啲嘢聲音咧，也有按用佢嘅歌唱嘛。多少有，因為因為我細年下睇頭擺親子共讀係爸爸媽媽老細年咧，到後來細年下睇到從呀親子共學、親子共讀就開始真流行。跟我想，因為頭擺我哋用配咧家庭較少安尼講樣，睇見做爸爸媽媽搞自家嘅生意，做自家冇卡到自己家庭裡面嘅閱讀體驗。唔係從你下講。以用家庭為單位，我都唔強下，然後係，嗰當時我本身嘢討論嘅東西嘅時節嗬，我睇乜較少啲講到客家話，都拉起講出來嘅時節上想講，哎呀唔錯咧，應該開始講客家話係，我後來就寫緊幾尾套客家戲咪嗬，佢喺客家話青島做客家講嗬，特別謝謝。你講呀，繪本的東西其實冇按流行，冇按多，佢按樣嘅就配合到本身人哋看 VCD。就講影像嘅東西，影像嘅東西嗬，唔係講去看嗰種時，我記得係乜個皮卡丘嗰種東西，唔係，我多數以前我細細嘅時節看嘅。嘅卡通，可比講可能較唔啲，我係龍龍與豬狗啦，有小時代的小英的故事，小甜甜，超小甜甜，勁啲，咩啲啊？所以按樣嘢咯，頭擺卡通佢有什麼樣嘅故事？係記得我以前也係有看《神隱少女》啦，就從下看龍龍與豬狗啦，看到三個按。講我先生唔會叫啦，上機看按見叫。等於講係對平面嘅閱讀多一個影像嘅閱讀兩樣配合的，因為頭擺繪本正經較粗，又較少，所以用影像向下調到來本記得認識講也生命、土地很用來顯嘅歌聲。好，我想好嘅係用嘅把大家。經驗很豐富，後面做的故事的推薦，你知道對細年來講，還是講對家長來講，搭得來老細年看下通嘅書，你都有乜個特別嘅推薦嘅書單哦，還是講那類型嘅東西，你都係一重要嘅。老師先講嘛。其實我冇特別愛有推薦嘅繪本，但是我就有一個方向吼。我體驗我每部我細年嚟去拍《三字經》啊、《西施先文》幾多東西，唔係講幾多東西唔好，而是講細年3歲以後嘅基礎非常非常嘅好。然後呢，我看到嘅
我喺講我頭擺嘅經驗，本身人嚟看較多有邏輯性，做得去思考嘅書。但是我後來到呢一下，我聊到同學生一行前生，我發現到佢哋偷嘢拍一下呢，白雪公主、灰姑娘嘅，唔係講佢哋書唔好，是講先古聽先受西方嘅文化嘅條東西嘛。應該愛讀啲台灣本土嘅，第二我多讀到除了資本主義以外嘅，可以講以色列的一些童書，或者是一些什麼多年嘅國土、多年嘅文化啦。唔係講一天出美國啊，係千多繪本嘅生命嘅故事，一天老頭擺或講都係項目窮量係，那會推薦安永明思考嘅。繪本本身也同，超。飛天咧，哎呦，馬屁片，那做的推薦。最推薦的就是那個《湯姆歷險記》。湯姆歷險記，因為嗰時我覺得係一部經典。係啊，我細細個時間看，其實係咪係到卡通影片開始，它好睇到我第一次真正讀嘅時間，其實已經係高中嘅時間，才讀到它的書本的形式，然後就覺得哇。透了解本書以後，開始了解作者馬克吐溫這個人，他因為係寫到用一些比較嘲諷的方式寫，反映佢該種時代社會嘅情況嘛，所以尤其係湯姆這個小孩子，他應該保護我們不愛網友看，因為走在釀轉了一些小朋友那個童稚的心啊，就是大環境頭下冇孔用啊，所以我記得聲音呢，他得天真無邪、單純一點、開心一點比較好。對啊，所以我推薦《湯姆歷險記》。OK，非常感謝今日兩位來賓精彩嘅分享哈，還有老人推薦哈，呢篇今日都先從老太介紹兩本。繪本哈，一本都解嗨，然後一本就係一個怪樹，年年作響，哇，年年作響。等下我有一個推薦嘅書單，俾大家再參考一下。今日非常羡慕兩位來賓，今日都現場老大家都按精彩嘅分享，真相土馬街，下回再會。